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3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44天。前线发生202起战斗，其中超过1/3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在南部战线俄军同时从4个方向发动进攻。据南方国防军发言人弗拉基斯拉夫沃洛申表示，俄军投入了大量步兵、坦克、装甲车、全地形车和摩托车。罗马大队不知道去哪儿了。双方发生了多达10次战斗，其中几场仍在继续。苏梅方向，乌军已经进入了奥列科西法夫卡中部，此前他们已经控制了南部地区。俄罗斯正在快速放弃并撤退。在这个苏梅州前线乌军已经进入了奥列克西夫卡中部，不过俄军目前仍然占据了北部区域。那么在乌军的这个持续的进攻之下俄军预计很快会放弃并撤退，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坚守在库皮扬斯克前线，昨天俄军在西部地区向前推进，主要交叉路口地区战斗激烈，乌军正利用无人机和火炮封锁俄军推进，并阻止俄军建立桥头堡。这个泽连斯基对乌克兰人民发表这个视频讲话他说关于战斧导弹的讨论最终证明是一项强有力的外交投资，我们迫使俄罗斯表明战斧导弹正是他们正在考虑的武器，我们将与欧洲和美国讨论远程导弹，当务之急是防空。他这话什么意思呢？泽连斯基的意思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俄罗斯的痛处痒处，对吧？你让俄罗斯停火，你让俄罗斯停止轰炸，俄罗斯根本不搭理。但是当聊到战斧导弹的援助的时候这个俄罗斯人急了，普京破防了，普京给特朗普打电话等等，也就是泽连斯基意思就是那聊战斧这个管用，俄罗斯人怕这个忌惮战斧导弹，那咱们就得跟美国继续聊这个战斧导弹，也就是俄罗斯人怕什么你就得聊什么就这意思。然后当务之急是防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俄罗斯人不停的用这个导弹，对吧？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还有这个无人机轰炸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他说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出席了会议。他说我们详细讨论了我们现在需要与每个合作伙伴合作，为他们获得必要的防空系统和导弹。此外，我们正在与美国签订一份合同，我们提供足够数量的爱国者导弹，包括近期和长期合同。我只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在对付这个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对吧？口径、匕首、超音速导弹等等，还针速导弹，那个离开了爱国者还是不行的。虽然爱国者的成本很高代价非常高但是你对这些超音速导弹、这个弹道导弹恐怕还得必须要爱国者来防御当然了，这个无人机，对吧？你可以用反无人机系统，可以用这个猎豹，对吧？防空这个坦克等等。所以这个对泽连斯基来说他心头大患主要是防止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弹道导弹、匕首、超音速导弹，还针速超音速导弹。这个俄罗斯又对乌克兰进行了全方位的这个无差别的轰炸。泽连斯基说又一个夜晚证明俄没有感受到足够的压力来拖延战争，我们的防空部队机动火力小组和无人机拦截人员整夜工作到早上，普通城市受到攻击，主要是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但许多住宅建筑也遭到了袭击。扎波罗热发生火灾，基辅的房屋遭到袭击，奥德萨、切尔尼戈夫、第聂伯罗、基洛沃拉德、波尔塔瓦、文尼察、扎波罗热和苏梅地区都受到了攻击。现在为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和导弹帮助的每个人都是在保护生命，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每个以远程能力帮助乌克兰的人都将使战争结束更加接近。也就是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狂轰滥炸。那么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无差别的轰炸轰炸它的民用设施，那么乌克兰也给予了这个反击毫不犹豫这个泽连斯基说他说俄罗斯的军队的位置越近，挑战就越大，我们正在准备全方位的应对措施，包括扩大对俄罗斯的远程反击力度，因其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泽连斯基的意思就是还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的打击。乌克兰总参谋部确认，乌军对俄罗斯腹地的2处关键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位于莫尔多维亚地区的萨兰斯克机械厂被击中，该厂主要生产杀伤人员地雷、雷管及布
布雷系统。达吉斯坦共和国的马哈奇卡拉炼油厂也遭袭击，其一处加工装置受损。这是乌克兰持续对俄境内关键石油设施实施纵深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也就是打击到了这个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炼油厂。这个乌军对俄罗斯的纵深那是这几个月来一直在不停歇的进行打击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变电站，还有一些这个输油管线、泵站以及石油码头。那这一次与往常已经不同了，因为往常都是用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比如说这个无人机或者乌克兰的这个火烈鸟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这一次乌军首次用风暴鹰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他说乌克兰军队在10月21日对俄罗斯领土发动大规模袭击，使用英国的风暴鹰导弹攻击俄军的布良斯克化工厂。这是乌克兰军方、乌克兰官方第一次承认用这个英国的风暴鹰对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发动打击，这个是不是已经升级了？乌军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表示，我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联合导弹与空袭行动，包括空射风暴鹰导弹，成功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乌军总参谋部指出这次攻击命中了位于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布良斯克化工厂，攻击造成影响仍在评估。这次行动由乌克兰空军主导，与海军、陆军及其他部队共同执行。乌军将布良斯克化工厂描述为俄罗斯军工体系中的关键设施，该厂主要生产火药、炸药以及火箭燃料组件，这些产品被用来制造弹药和导弹。英国在9月12日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中首次将布良斯克化工厂列入制裁名单，该工厂亦受到美国的制裁。该工厂多次成为乌军攻击目标。据报，乌军曾使用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远程袭击这个化工厂。乌克兰曾使用这款导弹攻击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和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目标。这个泽连斯基说他说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或是关键，就是和平的关键现在是什么背景现在的背景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双方就战斧导弹现在处于一种微妙僵持状态。特朗普又不说不给，但是明显又没有给，但是泽连斯基又需要这款导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用英国的风暴鹰导弹，实际上就包含这个法国的斯卡普导弹，他们都是1号一样的进行空射打击这个俄罗斯的化工厂。因为这个需要它的米格29战斗机它要飞越俄罗斯的境内，因为这个风暴鹰只能打300公里。我记得以前风暴鹰、斯卡普陆军战术导弹它只能打击这个俄罗斯境内的这个军事目标，就是那个指挥部弹药库对吧？训练场，这个以前报道比较多，但是打击它的这个工厂非常少。所以我认为就在这个乌克兰和美国就战斧导弹现在处于一个微妙时刻。那么乌克兰用英国、法国提供的风暴鹰、斯卡普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些工厂，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不要怕地包老人的讹诈，对吧？无非就是想告诉特朗普，你胆子大一点，不要害怕，不要被地包老人一个电话就吓尿了。这个不仅是布良斯克的化工厂遭到打击，斯摩棱斯克的热电厂也遭到了乌军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布良斯克、特鲁布切夫斯克变电站也是再次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布良斯克地区的变电站被炸以后导致数十万俄罗斯居民体会到俄军摧毁乌克兰发电站的感觉，也就是他们这个岁月静好幻象被打破，战争离他们很远，实际上战争就在他们门口。这2天相对比较蹊跷的是什么事呢？不仅是俄罗斯境内的这个发电厂、变电站、炼油厂遭到乌军的打击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比较蹊跷的是欧盟境内突然发生莫名其妙的爆炸，它的爆炸呢偏偏炸的是2家炼油厂，而这个炼油厂呢它主要是用来这个提炼俄罗斯的原油的。一天之内24小时之内匈牙利的一个炼油厂，还有罗马尼亚叫卢克石油炼油厂发生爆炸，这个现在有点微妙到底谁炸的这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炼油厂？如果咱们按照咱们这个分析这个谁受益，那很有可能就谁干的。那这么分析的话，那有点像是乌克兰干的。这个我想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个就会真相大白到底谁把欧盟的这个炼油厂炸了？这2个炼油厂主要是消化俄罗斯的原油，那什么意思那这2个炼油厂一炸，那他们就没法去俄罗斯买油。尤其是匈牙利这个炼油厂它用的就是俄罗斯的管道原油这乌克兰人又炸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管道，对吧？泵站叫友谊管道。但是现在乌克兰并没有承认，对吧？也没有哪一方说是
谁干的啊？现在所以说比较蹊跷啊。但总之受灾的吧，受伤的总是俄罗斯啊，内伤啊。这个媒体报道啊，是由于这个乌克兰啊持续的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进行打击，俄罗斯不仅缺汽油、柴油，关键的是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下降，导致俄罗斯的采油受到影响。再加上对吧，现在对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啊，不是这个制裁的吧，它对外销售啊也是遇到了障碍。那再加上呢，国内自己的炼油啊能力遭到乌军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是俄罗斯啊就采出来的油卖不掉，也没有办法自己消化，自己炼不，那这个油就没有地方放，那怎么办？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他说俄罗斯已经将原油送往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提炼成燃油后再送回俄罗斯。俄罗斯石油公司向格鲁吉亚库列沃的一家炼油厂输送了俄罗斯原油。也有媒体报道，俄罗斯希望阿塞拜疆能帮其提炼原油，但后续没了报道，估计是阿塞拜疆拒绝了俄罗斯的请求。但是格鲁吉亚情况略有不同，虽然发生了2008年俄格战争，格鲁吉亚国内的反俄情绪一直高涨，但是格鲁吉亚的政府却是亲俄的，或者说格鲁吉亚部分程度上是受俄罗斯控制，对吧？一个国家被打成这样，自己把原油拉去到别的国家去炼，炼完了再把汽油、柴油拉回来，这个给人家加工费。那看样子啊，这个格鲁吉亚的这个炼油厂也得炸，就这么打下去，俄罗斯怎么撑得住呢？因为马上就冬天了，对吧？对能源的消耗就会越来越大。这个俄罗斯的管道啊，正在不断流失燃料与信心呢，对吧？他乌克兰人把他的信心炸掉了。8月份以来，炼油厂遭遇58轮轰炸，7成为乌军无人机所为，石油支撑着俄罗斯4成军费。乌克兰正在慢慢的切断这条命脉。关键是俄罗斯很多地区啊，除了汽油、柴油短缺之外，他们现在正面临着缺电，因为乌克兰现在又打击他们的变电站，他们遭遇停电危机，没有电，没有汽油，没有柴油，那你说他冬天怎么取暖？俄罗斯人啊，很快就会切身体会到战争带来的这个带来的痛苦。大家还记得吧？2022年的时候，乌克兰只有挨炸的份，你现在再看看，过了3年，现在是什么个情况？乌克兰把俄罗斯炸得够呛，虽然俄罗斯也在轰炸乌克兰啊，给乌克兰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困扰，但是你要想把乌克兰的电给炸断，你也想把乌克兰彻底的能源给摧毁，它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欧盟啊在给乌克兰输血，对吧？供电有捷克，有罗马尼亚，对吧？供汽油、柴油有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开足马力啊，在往乌克兰运东西啊。所以媒体说的非常好啊，时间站在乌克兰这边。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2天啊，这个外交舞台啊也是非常的热闹。首先是这个特朗普又放风啊，对吧？要取消跟普京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会晤。首先是啊，这个根据 CNN 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原定于本周举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晤已被推迟。一位消息人士称啊，卢比奥与拉夫罗夫对乌克兰战争可能停火的预期存在分歧。CNN 消息人士指出啊，在周一卢比奥与拉夫罗夫通话以后啊，双方官员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的立场并未改变，仍然坚持其最高要求。拉夫罗夫他说立即停火的呼吁违背了普京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共识，并声称若现在停止战斗，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将继续处于纳粹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啊，佩斯科夫表示，特朗普与普京的会晤尚未确定日期，称需要有时间认真准备。那言下之意就是啊，普京和特朗普的这个会晤啊，还八字还没一撇呢。美国政治新闻网21日称啊，他说俄罗斯其他官员给普京和特朗普可能很快会面的想法泼了一盆冷水。在 CNN 报道美俄峰会推迟后不久，俄副外长亚布科夫表示啊，不可能推迟尚未达成协议的事情。20日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就峰会可能日期达成谅解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答说啊，没有达成谅解，具体日期尚未公布。多家美国媒体10月21日援引白宫高级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会晤的计划已搁置。特朗普认为俄乌双方尚未准备好认真谈判，现在与普京的会晤是浪费时间。这一决定是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日
通话后做出的。当前特朗普和普京在停火和谈判的顺序上存在分歧，且特朗普冻结前线实现停火的立场存在争议。俄罗斯主张消除冲突根源，希望通过和美国达成安全协议证明其影响力。这个特朗普和普京会晤的地点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对吧？那这个匈牙利他的外交部长西亚尔托夫发表声明，否认布达佩斯峰会受阻的传闻。他说这是假新闻和猜测，也就是这个匈牙利他说特朗普和普京的在布达佩斯的会晤没有取消。那现在到底取消还是没有取消？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因为特朗普这个人本身就不靠谱，他可以今天说取消了，那3天以后他也去了，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对他来说这不叫事，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较真就是看他怎么说。这个匈牙利为了表忠心正好两个，对吧？美国是他大哥，俄罗斯也是他大哥，对吧？一个是特朗普，一个是普京，都是他大哥。那为了让两个大哥在这儿聊得开心，这匈牙利是做了很多工作你想想，我看了一下，匈牙利其实也是那个海牙法庭那个缔约国之一，那叫什么罗马规约吧？那也就是说，你这普京一到这个匈牙利的领空那匈牙利就应该按照你的签的协议你应该把这个海牙法庭那个战犯普京你给他摁住，然后扭送到海牙法庭，这是你的义务结果匈牙利为了保障普京的安全，匈牙利不动用他的议会通过了一项临时法案。什么临时法案呢？就是在布达佩斯这个地方，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外国领导人享有一切豁免权。好像意思就是这个布达佩斯是一个安全岛，什么犯人来了你不能抓他。然后这个匈牙利的议会通过这个议案，通过议案之后呢，匈牙利的这个法院你就别发什么通缉令、逮捕令了，没用在布达佩斯首都这儿没有什么犯人不犯人，都是安全的。匈牙利可以说做了很多工作，就为了表忠心这个时候说你大哥特朗普、普京，对吧？二哥普京俩人说不来了，那你让鄂尔班这不是白忙一场吗？那他多伤心所以说匈牙利就说这是假消息，说这个峰会取消是假消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欧洲的表态。这个欧洲的表态很有意思，让这个很多黄俄感觉到好像欧洲和泽连斯基投降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对吧？领导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叫关于乌克兰的联合声明。2025年10月21日，泽连斯基总统、斯塔默首相、莫尔茨总理、马克龙总统、梅洛尼总理、图斯克总理、冯德莱恩主席、科斯塔总统、斯特勒首相、斯图布总统与弗雷泽里克森首相你看这都是原乌最坚决的这个国家。这弗雷泽里克森那不就是挪威的那个女首相吗？对吧？那图斯克那不就是芬兰的这个不是波兰的总理吗？斯图布总统那不就是那个芬兰的总统，对吧？那是吧？绝不承认乌东4个州和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这些国家发布了关于乌克兰的联合声明，这具体内容咱就不说了它主要讲几点，我们昨天都讲过了。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国家把特朗普又冲在前面把特朗普供在头上，说他们坚决支持特朗普的立即停火的倡议，你说服不服这些国家一起跟还有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坚决支持特朗普的立即停火这个协议，就沿着现在的接触线停火。但是他后面又来了一句始终坚持国际边界不得以武力改变的原则。然后他们又一致重申就是坚决支持乌克兰到最后。俄罗斯的拖延战术一再表明，乌克兰是唯一认真寻求和平的一方。我们都清楚看到，普京仍在持续选择暴力与毁灭之路。然后这些国家再次重申说，在乌克兰必须在任何停火协议达成之前、达成期间以及达成之后，都要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我们必须加大对俄罗斯经济及其国防工业的施压力度，直至普京愿意实现和平。我们制定措施，将俄罗斯被冻结的主权资产全部价值用于乌克兰提供所有的资源。这个咱们昨天都分析过了，就地停火对乌克兰有，对吧？这个麻烦就扔给了普京，就是普京是变成这个叫两难，他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变成这么一个局面。那只要一停火这个志愿者联盟就派部队进入乌克兰，那你俄罗斯再想动手是没戏了。然后呢，那乌克兰就得他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吧？人家已经说了，武力改变边界是不可取的，是不同意的。谈判要回1991年的这些，对吧？要恢复这个边界，那就谈呗。时间站在谁那边？大家都知道，时间站在乌克兰这边，你就是停火了，俄罗斯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因为欧盟继续制裁它，俄罗斯经济是很难恢复，很难发展。俄罗斯也不愿意做某些国家的2个印度的，对吧？原料输出国，他也不甘心。然后他跟美国，他就是特朗普帮他吧，经济上帮不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一旦停火，你只能看到乌克兰呼呼的，对吧？在强壮，俄罗斯是止步不前，而且国内恐怕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对吧？你的战时经济现在一下停战了，你100多万人怎么安置，对吧？你那个因为打仗而膨胀起来的一个贵族一个阶层，对吧？靠打仗发财的那帮人，他们怎么办？他们财路断了。因为打仗而受灾的这帮人，他是不是要清算这些打仗占便宜的这些权贵？俄罗斯的经济会崩溃一塌糊涂。普京怎么处理？这还不算啊，假设处理普京很厉害，都能处理，那好了，特朗普也就3年了。这特朗普万一一下台，对吧？这个地缘政治这格局发生变化，这个要是民主党再一上台，那乌克兰完全可以给俄罗斯下个最后通牒，对吧？既然谈不成，那我们就打吧，对吧？谈了好几年了，你领土还不归还，是不是道理？这就是俄罗斯死活不同意，对吧？什么先停火再谈判，不行，你就必须现在就谈，你这领土就是我的，你承认割给我了，对吧？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全是我的，然后扎波罗热、赫尔松一部分是我的，克里米亚早就是我的，对吧？没什么好商量的。你现在同意，咱们马上就签协议，停火结束，然后你这边也不能派什么国际部队、什么志愿者联盟在你这边，然后你还不能加入北约，对吧？以后等我有空了，我再收拾你，你不就这意思吗？所以你看这个欧洲和乌克兰，人家把球踢给普京了，我们同意你的停火的，我们坚决拥护你就地停火、实际控制线停火的这个提议。你看看是谁跟你反着来啊？是谁不满足你？是谁影响你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不是我们呐，不是欧洲，不是乌克兰，对吧？是普京啊！这特朗普不就是心心念念的想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吗？那是谁不让你拿的？不是咱们，对吧？是普京，你埋怨普京吧，不就这意思吗？那我们都是配合你的，对吧？你说停火，马上停火，但是领土你别想，对吧？和平领土换和平那是不行的，我们同意停火。所以你看特朗普现在卡壳了，又不知道怎么办了，对吧？你可以不援助乌克兰，但是你不能让乌克兰投降。领土换和平就是投降换和平，你这个你也拿不到诺贝尔奖。我记得特朗普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有可能被普京骗，但是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对吧？也就是不在乎被他再多骗一次，看看吧，特朗普接下来做什么，对吧？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做什么。那么现在欧洲人家也不傻首先一个，你看这个泽连斯基跑到瑞典去了，知道跑到瑞典干什么吗？我看他到了瑞典之后实际上，对吧？欧洲整个的态度已经昭然若揭了。2025年10月22号，泽连斯基在瑞典林雪平受到隆重欢迎，与瑞典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举行了关键的国防合作会谈。最主要的这个他还会见了瑞典的国王。那这次会谈最主要是什么？关键的国防合作会谈，加强联合武器生产，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侵略。乌克兰与瑞典签署意向声明，计划供应120到150架新一代鹰狮 E 战斗机。泽连斯基称该机型性能强大且用途广泛，并确认乌克兰飞行员已开始进行相关训练，双方拟尽快达成最终协议，预计2026年启动鹰狮战机的部署工作。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表示，这标志着在未来10到15年内构建强大的乌克兰空军的长期计划正式启动。这个就不用过多解释了大家也知道，本来乌克兰，对吧，2年前是心心念念的要 F-16战斗机，那现在 F-16战斗机好像可能还不到100架，对吧？可能估计70-80架吧，大概也就是目前你看看人家这个鹰狮，而且是最新型瑞典生产的萨博，是吧？直接就是120到150，这什么意思？F-16是一款要退役的，对吧？已经40多年，服役40多年战斗机。首先第一个，对吧？乌克兰必须考虑长远，对吧 ？F-16是目前战场上暂时用，未来你靠 F-16肯定是不行的，毕竟都是淘汰的。第二个呢，他选择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这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实际上是欧洲的一盘棋人家慢慢的跟美国叫脱钩。你这特朗普真不着调，对吧？乌克兰要全部买美国的战斗机，那你到时候特朗普一不高兴，不给这个不给那个，所以你看欧洲都用欧洲的战斗机你看看不光欧洲连这个加拿大据说它减少这个 F-35的这个购买了，不要了，你不想受制于特朗普你这太不着调。所以我觉得欧洲很有可能就是幻影，对吧？鹰狮就欧洲人自己生产的战斗机，因为欧洲这个8000亿欧元的这
这个国防预算呢花在哪儿，对吧？他不可能全部花在美国啊，只有一小部分，对吧？自己解决不了的花在美国，大部分对吧都要花在欧洲啊。所以你看啊，人家大单给了瑞典，你想一想吧，反正你特朗普也不援助了，对不对？既不给钱也不给枪，那人家就没必要再哈着你了。反正这钱都是欧洲给的，对吧？都是欧洲援助的，再花在欧洲。所以从这个变化就可以看出来，整个欧洲对吧？是虽然我以前举过例子虽然是个破旧的公交车，但是它一旦启动了，它总要到站，对吧？是慢一点，但是它一直往前走。以后乌克兰的天空，对吧？那就是阴湿的天下，那就是什么幻影的天下。你美国的 F-35、F-35、F-16那就算了，你再好人不要了。所以这个希拉里他就批评这个特朗普他说作为一名商人，他曾让自己的大西洋城赌场破产，如今他却在拿美国的国家安全做赌注。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信号门丑闻将只是我们最微不足道的担忧。即使全世界所有的拳头和旗帜、表情符号也无济于事，无法拯救我们。这个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现在是没有丝毫的这个松懈比如捷克说要为乌克兰建造一颗现代化地球观测卫星，这颗卫星能够全天候收集情报。捷克民间组织普京的礼物，这是个组织的名称叫普京的礼物，说则宣称将展开新的筹款活动，为乌克兰筹集制造一枚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资金。这枚导弹将被命名为达纳1号。这个达纳实际上是捷克的核物理学家达纳德拉波娃。卡拉斯说欧盟对俄罗斯的第19项制裁方案将于本周通过，对吧？俄罗斯的这个制裁温水煮青蛙，反正慢慢煮，19轮又来了。这个19项制裁措施包括自2027年起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加强对逃避制裁行为的控制，限制俄罗斯取得欧洲技术及金融资源，限制使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等。最主要的是欧盟不打算在俄乌签署和平协议后恢复进口俄罗斯天然气。10月20日，欧盟理事会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批准自2026年1月1日起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欧盟专员称这一决定具有历史性意义。正如一名欧盟专员提出，这意味着即便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后欧盟也不会再进口俄罗斯的能源产品。我已经说过了，也就是即便在特朗普的这个斡旋之下，俄乌停火，但是你要想让欧盟解除制裁，那恐怕是做不到的。那欧盟的要求特别多首先是对吧，要这个追究战犯的责任，然后还要你赔偿乌克兰，你不赔不要紧人家这个叫赔偿贷款已经通过了我看今天比利时已经同意了，马上就进入操作了就把俄罗斯那冻结的资产就开始拿出来，对吧？七绕八绕的拿出来就给这个乌克兰开始花了，对吧？你赔不赔不重要了，反正人家已经把你钱花掉了，对吧？你要赔好谈，你要不赔那制裁，对吧？还在。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俄罗斯不能跟欧洲合作的话，那俄罗斯基本上就是一个原材料输出国变成一个大号的阿根廷、委内瑞拉。你看，连意大利都表示愿意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提供资金。彭博社10月2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话报道了此事，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叫克罗塞托上周在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闭门会议上提出了这一建议。你这个意大利这种国家都主动的要出钱为乌克兰买武器了。所以说这个特朗普左右摇摆，阴晴不定，反而加强了欧盟团结一致，对吧？支持乌克兰，因为他们没得选择。欧盟是乌克兰这个真正的最后的保障，最后的这个支持支撑反过来如果乌克兰输了，那欧盟就是大难临头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